来继续来看立法院，昨是针对着总统国情报告问答的方式来进行着调野协商。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因为要做过国台代表，所以民进党希望会当互伊来说明当初国民大会国情报告的状况，但是煞意外爆发着口角，上尾也是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钟嘉宾要来离开。 主席没有同意，请你把麦克风按掉好吗？前国台代表钟嘉宾希望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，针对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形式发表看法，不过未曾讲话，就韩国瑜请出去。柯总统，你今天请钟嘉宾委员来，你没有跟我先讲，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弄得我很尴尬。我不会搞这个事情。李总统在听取这些国事谏言的时候，他只是听而已，只有在最后国事谏言结束前。 那总统呢会再做一个总和的一个总结，那然后就离开了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询答。李前总统他来做国情的报告，我印象中大概就是5个，他有时候3个，看时段就几个人问完了，然后他回答。 记者敢若有出入，是讲拢无随问随答的前例。过去是新党这个赖士宝嘛捌做过第3届国大代表，国民党包括罗明才、陈雪生拢捌听过李登辉总统的国情报告。即摆拿八个联手，想要拍破现前的体制，因为调解协商无结论，敢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政党的发言比例9比2，一个人敢若6分钟。吴思瑶说，他觉得依序回答就是变相的即问即答。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一句来一句去，煞变成大家咧修正。政党的协商改到16要拼17表决，时到恐惊会阁真闹人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